畫面中看到是由歸林區農會家政班成員甲幼稚園小朋友早來演出。華山經會歸林一停駛站為了感謝各界支持，在歸林區農會舉辦17周年感恩大會，邀請30位服務長輩做伙參加。一路走來，非常感謝在地的善事啊、義工，還有我們的新豐高中啊、歸仁國中學校的支持，讓我們呢可以跟學校、還有在地以及我們社區的長輩啊有非常好的互動。那我們歸仁站呢，一直以來都是靠愛心善事呢，一點一滴的累積，還有我們義工啊，很多大大小小活動會協助我們。那所以呢，在社區服務上，希望很多人可以加入我們，不管是在善款啊，或是義工人力的募集，我們都非常需要大家的共襄盛舉。現場冇安排義診甲推拿服務，讓長輩輕鬆一下，並邀請到立教中心老師，傳領長輩做健康操，活動筋骨，在歡樂氣氛當中輕鬆學習健康運動。那我們非常高興的邀請到義檢跟推拿的老師來為我們長輩服務，還有今天我們邀請到那個85樂活日間照顧中心的老師來帶着我們長輩坐着練習那個坐着也可以動的體適能律動操，讓長輩平時在家裡也可以健康樂活的動身體，然後可以讓自己呢可以身心舒暢，也可以伸展筋骨。創立17棟的華山歸林一站，將會繼續守護並陪伴長輩好啊生活。目前，華山經會也推動愛老人愛團圓公益活動，經會邀請各界做伙用行動支持長輩。台灣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